公用频道是什么？许多人还是不刷刷。为了能让民众更加了解，台师大携手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共同合作推广相关课程，由专业讲师讲解媒体禁用，让民众能进一步了解公用频道。其实我们蛮高兴在台南能够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的一个讲座，然后从最根本的媒体素养的观念，包含公用频道这相关的观念，我们会跟学员能够讲解，也希望说让他们能够更清楚这些所谓的一个媒体素养的观念。这蛮高兴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然后第一次了解到说，原来人民是可以用第三频道去发挥自己想要发出来的声音。那我觉得这次的活动收益还蛮多的，然后第一次可以知道说，原来第三频道不只有政府跟机关可以做使用，包含人民的声音啊，还有做一些公益的影片都可以做发挥，不论是地区性的或者是公益性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发挥的效益的地方。这次的课程更以世界咖啡馆的形式，让参与课程的学员来讨论。学员包含老师、学生、影像工作室、自由业者等各行各业，以公用频道的观看使用经验及民众对于公用频道的需求与期待为探讨主轴，让学员深入了解公用频道，甚至想象成自己是公用频道业者会如何经营，以及公用频道会遇到的困难。其实在这次带大家的议题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在议题的分享其实非常热络，那也更让就是大家去了解到说公用频道可以禁用的一个管道，就是大家对公用的频道的态度啊跟心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有这么好的一个管道的当下，就是多介绍给大家认识，而且从我们每一次的传递跟每一次的传播，他们可以再传播给更多人知道，就是关于这个公用频道的使用方法，对，可以增加这个公用频道给大家就是带来的了解。南部都叫第四台了，所以不懂得什么叫公用还是公共频道，都以为是3台。那现在当然来上课以后的好处就是让我们更知道怎么运用。像我们都60几岁还来，代表我们乡下没有年轻人要来啊，所以我们只能老人家硬的来学东西。所以要感谢这一次就是公共频道的电视台的老板，愿意帮助我们，还有师大的师生都愿意帮助我们，谢谢。电视仍然是大众广泛使用的媒介，虽然年轻人从电视获取资讯的比例不高，但公用频道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性，承载着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播。更希望每个公民能了解善用公用频道。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